日本天后濱崎步原定舊年11月29號喺上海舉辦演唱會，但喺開演前一日因中日關係緊張等不可抗力因素，主辦方決定取消。濱崎步仍然堅持喺一個空無一人場館內完成整場演出。事隔近2個月，濱崎步最近喺社交媒體再提及呢件事。自從之前溫和表態後，語氣變得強硬，表達咗對事件不滿。濱崎步喺 IG 上公開當日彩排同埋演出嘅片段，仲質疑呢個開場睇落去只係排練咩？佢表示當日所有在場嘅工作人員都冇放棄舞台，並稱呢場演出係佢演藝生涯中數一數二嘅最佳表現。濱崎步仲提到，雖然冇觀眾，但佢同工作人員仍然深繫香港火災事件，取消咗紅色服裝同埋火焰特效。另外，濱崎步表示佢唔會再追究事件背後嘅謊言或者原因，因為唯一確定嘅係當天每個人都全力以赴。佢透露今年會將時間同精力投入到日本嘅演出，期待同亞洲歌迷喺日本相見。最後，濱崎步更強硬地表示，軟弱應該到此為止，係時候準備返去嗰個聞得到血味嘅世界。言論引發咗歌迷熱烈討論，唔少人表示支持濱崎步嘅勇敢表態。